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。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当年11月东北季风落南的时，就是乌鱼大出的季节。乌鱼子就是新正年围炉菜其中一项上让人学乐的滋味。来看到家己东石乡总潭川出产的乌鱼子，不三是在咱台湾10大优质乌鱼子比赛摕到冠军。头家林德业在2017年摕到10大新农奖的肯定，2018年佫摕到海燕水产精品的光彩。伊家己饲家己销，研发乌鱼子酱、乌鱼子冰淇淋这类特殊的产品。好碧色又金的乌鱼子，大皮十煎佮8甜，烘过了后，外沿安尼酥，原来内底食到是安尼绵。我从来没有吃过里面这么的 juicy， 这么的嫩，就是干的、柴的。可是它的呢就是不一样，不会说那个鱼市场，还是说那个渔村的那种鲜味，这里是没有的。就是新鲜，对家己的乌鱼子真有信心。原来林德嘅完全自产自销，伊有5公顷的乌鱼养殖池。林德嘅是家族养殖乌鱼的第2代，对品质的掌握嘛，拢渐然啊熟悉。不过，若是讲到做乌鱼子，是到伊这辈才开始做。我爸他们养了3年，很辛苦。辛苦之后，只是卖一个原料，乌鱼卵的原料卖给加工厂。那这样子，我觉得说，那我3年的辛苦真的是好像没什么这个代价就真的是只是为了赚钱。头起先较无经验，就安尼聊啊来甲试验，即个做乌鱼子的过程，会使讲是高工佮幼稚。简单要甲两皮甲摕出来，就有美角。了后爱佮甲血丝啊甲抠掉，才袂有臭味。林德嘅讲，伊失败过袂算一败咯。在开始做的时候，那几年、那10年里面，因为你没有技术，你也没有你的所谓的客群。你做完之后，你这些东西要销往哪边去？没办法，每年那么多东西，只能当做我的一个家族的一个年节的送礼。我深信的一句话：每当我一次的失败，我就知道离成功越来越近。林德嘅内外无用咧招呼人客，加在即摆因囝会来甲斗3工，也若无即几年寒天拢较慢来，乌仔鱼熟的时间就变较晚。弟叔做乌鱼子的时间都要甲缩短。一路上看爸爸做这样很辛苦，所以就是要让品牌这样延续下去。伫个过去，梁基约我差不多有3个月时间通来做乌鱼子，不过即马敢若剩2个月尔，会使讲是规工对透早无用到暗时。虽然讲安尼劳心苦倦，不过因爸仔囝嘛袂感觉辛苦，因对家己的产品有更较悬的望。林德嘅伊有想法嘛，真面前咧做。除了乌鱼子酱以外，伊嘛来研发即个乌鱼子的冰淇淋。即个口味食着安尼苦味，不过真特殊。对家己自家的产品真坚持嘛有望，安尼嘛，互伊得到10大新农奖的肯定。东石不再只是鹅啊，或许东石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代名词，就是乌鱼子。那这样子才能把整个产业、整个在东石乡的整个产业给做上来，让年轻人真的愿意留下来，让外地人愿意走进来。林德嘅讲，即马这个东石乡江潭村，干单剩10几户尔，早就无像苏东时遐尔请赢。不过伊嘛真欢喜，甲家己的经验来分享予少年人，予少年人免离开家乡去讨趁，伫家己的庄的就会当来落地定根，嘛较望讲规个产业会当来互相交流，大家通做伙来分配即个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